各位街坊，話俾大家知個秘密，買咗芋頭返嚟，唔好淨係攞嚟炆住食，又或者蒸嚟食啦。今日教大家一個簡單方法，整好食嘅芋絲餅，外皮香脆，內裏粉糯，咬落去咔嚓一聲，隔籬老王睇到都流晒口水，小朋友食到舐晒手指，比出邊茶樓買嘅更加惹味。咁整芋絲餅到底係落生粉好定係麵粉好呢？好多朋友都中意食芋絲餅，尤其係屋企嘅細路仔，但係我夠膽講，10個有9個家長都係嫌麻煩，寧願出街買。衛生條件睇唔到，用啲咩原料你又唔知道，小朋友食多咗容易熱氣上火，胃口差。今日呢，跟住我呢個方法，唔使10分鐘就可以搞得掂，仲健康過食漢堡包，唔使搓粉，唔使發酵，就算係廚房新手都可以一次成功。記得點個唔使錢嘅小紅心收藏起嚟，返到屋企慢慢再嚟睇。做法非常簡單，芋頭買返嚟批皮之後刨成細絲，然後加入臘腸碎、蝦米。好食嘅關鍵就係加一包呢個煎餅粉，佢係省城點心師傅反覆調試出嚟嘅黃金比例。有咗佢，其他嘅調味料通通唔使再放。平時仲可以攞佢嚟整個雞蛋餅、蘿蔔絲餅，都係非常之好味。廠家年前沖銷量優惠多多，有需要嘅街坊朋友可以點開下邊嘅呢條鏈接，已經幫大家準備好晒。然後加入半碗溫水，攪拌均勻，粉漿啱好掛喺芋絲上邊就可以啦。熱鑊放油，倒入粉漿，跟住用鑊鏟攤平粉漿，輕輕壓實佢，用細火慢慢煎佢3分鐘，煎到兩面金黃就可以上碟啦。呢個時候成間房都係芋頭嘅香味，隔籬屋聞到都流晒口水呀。咁樣整出嚟嘅芋絲餅，外層卜卜脆，內裏軟糯拉絲，臘腸同芋頭香氣交融。小朋友唔願食早餐嘅，整件芋絲餅俾佢，再加杯豆漿，簡單又營養。最緊要自己喺屋企整，冇亂七八糟嘅添加嘢，食得放心。做好咗食唔晒可以放喺冰箱，第二日翻熱下一樣係咁脆口，比食啲咩速凍點心真係健康太多啦。學識咗嚟到返屋企試下啦。